大乡村继续把镜头刷到台中的大甲，当地发生着命案。一个20岁查囡仔，被爸爸发现死伫房间，身躯已经溜皮翻乌。讲这个查囡仔甲爸母住做伙，也阁有一个姐姐读研究所住学校。讲可能是这个妈妈不满这个查囝读到高中2年就休学，就甲锁伫房间底，爱伊反省。讲嘛已经甲关几啊个月了。一直到9月2日迄天，拢问无回应，妈妈嘛无爱管。阁经过4天，爸爸就闻到臭味，结果弄破门，发现查囝已经无开了。即摆50岁妈妈红收押禁见，那爸爸是10万块来交保。台中大甲这个社区内底一户透天厝发生着离奇的命案，一个20岁姓陈的女子，昨早互爸母发现死伫咧房间内。老爸昨到派出所报案，验过爸母2个人的讲法，翻起翻倒。尤其是这个50岁姓陈的老母，互法院依照拘禁致死罪裁定羁押禁见。检警调查，姓陈的这查囡仔3个报班，身高超100公分，甲爸母住做伙，也有一个儿子住学校。老母不满伊读到高中2年就休学，将伊锁伫咧房间内，叫伊好好反省，搁要教伊读册。警方透露。老母甲关几啊个月，可能今年就无互伊出门，也毋过拢有互伊物件食。是讲礼拜控伊的房间门拢无反应，老母也无要管伊。一直到昨，老爸闻到味，才感觉无对同，开门就发现查囝已经无开，身躯溜皮个翻乌。那厝边是讲，甲因这口罩拢无烧。马上都工作比较晚，所以他们都从后面，我们都从前面。爸爸他就是说什么，我叫我们后面铁门不要关啊。厝边知影这件代志，拢真着惊，讲这口罩真假条，也无听伊咧冤家。社会局介入了解，讲这口罩拢无先证，或者是相关护理的身份，也无生前保护通背记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